大家好，我係10號傑出風紀候選人5A 班嘅高慧君。我由3年班開始就帶住呢條風紀帶穿梭喺校園嘅每個角落。3年嘅經驗，隊長級嘅實力，滿腔熱血都係為咗幫助老師同埋同學。我當值嘅位置就喺3樓同埋4樓，時間就係禮拜1同埋禮拜4。我哋風紀嘅使命就係為咗幫你解決突發嘅危機，例如執返飛走咗嘅測驗卷，維持走廊嘅秩序，唔會有同學好似超音鼠咁樣跑嚟跑去，自帶正能量，見到我保證你心情加10分。最後謹記10號，請將你神聖嘅一票投俾我呢個又玩得又認真嘅風紀隊長。小息見到我送你一個招牌笑容。